走在其中。虽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，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。我想做，我想有，必听见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走在其中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口称颂你名，我的主，你未曾将我离弃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口宣告你名，我一生要紧紧跟随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初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真欢喜咱会当伫咧早起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，互咱先来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引带甲保守，互阮会当平安度过。伫咧新的一年，求你引带阮的脚步，互阮伫咧无确定的生活当中，会当倚靠你无变的疼。感谢你，互阮伫咧春节的期间，会当甲家人做伙来团圆。求你保守阮，互阮大家身心灵健壮，出入拢有平安。即时，阮要来亲近你，读你的话语，求你开阮的心窍，帮助阮透过每一天的灵修祈祷，互阮会当更较认捌你。安尼祈祷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今仔日咱要来做伙读诗篇第108篇。108篇是结合着诗篇第57篇甲第60篇第别的诗，是犹太人对巴比伦被掠70年归回了后，变的人重新来整理第别的诗，用来激励重建圣殿的百姓。咱先来读第1节到第5节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要唱歌称赞，起码色啊，就醒起来，我要甲日头叫醒。上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比天较悬，你的信实透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第1节到第5节就是诗篇57篇的第7节到第11节，是大卫对上帝的懊恼。迄当时大卫因为刀劈扫罗的追杀，匿伫咧山洞内底，阴暗、欠缺、困顿，是一个看袂到未来甲希望真困难的环境。但是大卫一开嘴就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要唱歌称赞。起码色啊，就醒起来，我要甲日头叫醒。虽然环境充满困难，但是咱会当来选择懊恼。愿咱拢会当亲像大卫一样，伫咧艰难困苦中，犹原会当坚定倚靠上帝，懊恼上帝，无看咱的环境，干那仰望上帝。伫咧新的一年，咱会使立定咱的心志。早起起来，先互上帝的话语来充满伫咱，先来食灵粮，才去来食肉体所需用的。早起起来，咱先来懊恼上帝，开嘴懊恼，会当互咱的心开阔，会当帮助咱用上帝的眼光来面对咱的生活。刷落来，咱来读第6节到第13节。求你用正手牵救阮来回应阮。互你所听的人得到解救。上帝伫伊的圣所讲：我大胜利啦！我要分割世界，分配所甲的山谷。基列是我的，玛拿西嘛是我。以法莲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权柄的管。摩押做我的翼盆，我ฮ็我的话伫以东。我因为较赢非利士大声发。啥人要带我入去坚固的城？啥人要带我入去以东的地？上帝啊，你敢有气杀阮？
上帝啊，你减袂阁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，求你援助阮攻击对敌，因为人会帮咱袂靠敌。靠上帝，阮才会得胜，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第60到第13节，甲诗篇的60篇第50到12节相像，是大卫甲以东人征战的时所写的诗歌。大卫伫战争的困境中恳求上帝的帮赞，并且听见上帝应允的宣告。苏格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到的头一个所在，代表的是脱离做奴仆的地的第一站。叶盆是拍败敌人了后，就认为因洗骹的盆。甲鞋仔迄条代表的是得胜，甲鞋仔等互仆人去清洗，敌人就诚做摕鞋仔的仆人。这段大卫强调的是靠人的帮赞是有限的，只有咱的上帝是无限的。敢若我靠上帝，咱才会当赢过咱的困难，赢过咱的对敌。这互我思考着，对人得到的帮赞是有限的，咱伫咧困境中，更是爱坚定的抓牢上帝，坚定我靠伊，相信伊会指引咱未来的道路。最后，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阮伫咧新的一年会当学习大卫的信心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拢会当讲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要唱歌称赞。求你互阮有超越困难的信心，坚心来倚靠你。你祈祷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最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。